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是耶和华所赐的日子，我们当欢喜快乐，感谢天父上帝带领我们来到他施恩宝座前，同心敬拜。让我们以祷告的心来关心教会事工。欢迎伙伴教会茂林教会吴晓凤牧师带领青年干部来访，并于今日礼拜中证道。2月25至27日，本会青年与茂林教会青年联合举行凡士邻舍同工训练。本会许牧师今日前往新北投教会主持圣礼典及会员合会。社教130周年主日庆典活动内容如右。本会社教130周年，3月11至12日，邀请黄哲业牧师前来本会陪领讲道，请兄姐预备心。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在2013年，我们跟茂林教会彼此成为伙伴教会，一起做都市跟部落的宣教。感谢主上帝，让我们在这10年来，不只是有宝宝你传道在我们中间，还有儿童主日学、短宣彼此的连结互动。这一次，感谢上帝带领，让茂林青年团契的干部同工能够到士林教会来，一起彼此学习，一起接受同工的训练。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我们教会向宣教的目标来迈进，也让我们能够成为更连结在一起真实的伙伴教会。再会。有2点补充报告：3月4号下午有报名八自然学堂的兄姐，请准时参加。第2点是王清海弟兄在2月24安息主怀，定在本周五晚上7点半在教会举行安慰家庭礼拜，欢迎兄姐参加。接着我们要看一个影片，何时会照他的话来做？比较听班导的话，老师说，老师讲的话我都会照做。我会听钢琴老师说的话。陈诗云啊，当然是我的老婆陈诗云啊。这想都不用想啊，但是我爸说的话我常常会照做。我妹吧，我妈妈，我这个老爸，中德执事的话，爸爸妈妈吧。我爸妈吧。这只看一下。就是我们教会的少长老。我会去照着做我家鹦鹉说的话。高中同学，他叫 Frank。我最听我自己的话。我想除了上帝就是我的父母。作为基督徒，就是耶稣的话，我们就要尽量照做。老师是一个指导，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任的老师。他说我很乖，所以我就照他的话做。因为他在信仰上给我很多力量，能给我很多人生的指示。因为他说的话就跟圣旨一样，所以我一定要做的而且他说的都很有道理。因为如果不照做的话，我就回不了家。他提的一些议题方向会跟他讨论。那如果觉得有道理的，因为毕竟还要孝顺一点嘛，所以还是会照着做这样子。因为不听话的话，手机会被他收走。身为天下第一孝子的我爸讲的话天经地义，我一定要去做的啊，这不用想的。任何Of course。这就是孝子的行为，请大家多多学习。请大家多多学习。因为他讲话非常有威严。在家里是这个一个出身啊，我们就是会乖乖照做的一个角色。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我是就是看事情，就是如果是假设我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就是如果爸妈叫我去做家事的话，我就会以他们的为主。他给我的意见也都蛮中肯的，因为他就是饿的时候就会冲我叫，然后就帮他装食物。如果我不照做，他会扣我的用钱，然后就没饭吃。
他有时候会说一些超龄的话，让我很理解说，我们要有好的沟通互动。他带领我从一个国中的小屁孩到高中，然后大学这样子，互相扶持。我们给予对方的建议，我们都会去采纳。就是在每一件的小事情上面都很忠心。自己讲的最有说服力，我可以说服我自己，但是别人讲的不一定能说服我。因为我觉得上帝跟父母都是爱我们的，所以他们讲我们的事情一定都是为我们着想，所以他们讲的话，我其实都会认真的听，然后尽力去达成这样子。玛利亚非常吃惊，但她很快就回答说：“阿公，我想要听故事。好的，我相信这样的。阿公，我想要听故事啊，拜托。好啦，有一本哦。耶！阿公，我想要听这2本。好啦。男朋友约瑟，并对他这样说：约拿，收玩具、刷牙、睡觉喽，没有听故事了。好。约拿，你要回家了？对啊，我妈今天叫我早点回家。哎，时间还那么早，走了，我们去打球，缺一。约拿，你下课了还不赶快回家？你肚子不饿吗？对了，你功课写好了没有啊？哎，走啦，3打3就缺你一个了，拜托啦。好啦，就打一下。好 ，Go！喂，有空吗？我要跟雅各去打球啊，怎么了？你可以等下陪我去逛街吗？好啊。耶，终于要下班了。别拿，这个帮我做一下 report 啊。这个，看一下，没问题啊。但是可能要礼拜1早上再给你。我今天要准时下班，跟我女朋友去吃饭。没问题。阿典，过年快到了，你有打算要跟家人去哪里玩吗？约拿，这些资料整理一下，整理之后给我一份 report。这个有点急啊，你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好的，我星期1上班前给你。可以今天吗？有点急。好的，没问题。你着2条线，爱关个房间啦。这个病人上无乖啦，就叫你袂使直直走，你直直出来行，我安尼就爱直直喷。房间关到外面去，出来外口找一下风的。袂使啦，你讲拢讲袂听，叫你袂使黑白走。阿公，你的身体较有较好？有啊。好，我会写开3天的药啊，你着爱照时间食哦。好。我看你恢复会真好，也毋过这3天还是伫房间爱隔离哦，吼。好，我拢会照安尼行。
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金句，在周报第1页的下方，我们一起来读2遍。请。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末了，弟兄们，愿你们喜乐，要追求完全，要接受鼓励，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慈爱和平的上帝必与你们同在。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末了，弟兄们，愿你们喜乐，要追求完全，要接受鼓励，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慈爱和平的上帝必与你们同在。会众请起立，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创造天地，万物皆倚靠你的恩典站立。你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与信实。我们向你呼求，你就应允；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在这特别的日子中，再次思想和平公义的得来不易，在战争强震中求主安慰，求主所赐的平安充满每个人。在这黑暗笼罩的日子，天父，你是光，光照在黑暗中，就不再有惧怕。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跟随你，认识你。求主施恩，帮助我们更深认识你，更清楚明白主的心意与呼召，并勇敢地回应，并叫安呢来行。愿我们看见人的需要，多走1里路，忠心在主所托付的使命，放下自己，委身在主面前。主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荣耀遍满全地。最后，我们以主所教导的主祷文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这时候，让我们用诗歌一起来全心赞美主。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庭院。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已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庭院。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已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
下，我们将掌声献给主。是的，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创造主。圣哉，圣哉，圣哉！你是那全能的大主宰，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那么爱的我们，那么样的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时时刻刻的帮助者。神在，神在，神在，全能大主宰，我们从主生命起身赞美不停。神在，神在，神在，掌管天地洋海，赞美至高神，至尊大主宰。神在，神在，众生都敬拜，感恩尊荣冠冕，奉献主宝座前。是天君，昼夜赞美敬拜，高声感谢主，永恒大慈爱。你是掌权直到永远，你是主，全能真神，拯救我的君王。你是主，你是主，掌权神在，全知大主宰，万民齐声赞美，歌颂上帝慈悲。神在，神在，神在，尊荣传扬万代，赞美神一生，独一大主宰。你是主，
神在，全能大主宰，赞美至高神，至尊大主宰。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献上满心的赞美，因为你是至圣大主宰，你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感谢神，因为你超越一切，你超越我们在世上各样的苦难，你超越所有的时间与空间。在上主你超越这一切的恩典当中，我们每一个主日站立在这里，为要归荣耀给你。感谢神，你再次连结我们，不管是跟茂林教会，或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上主，让我们能够在上帝国度里同享一个合一的敬拜，因为你是那位超越种族、超越一切隔阂限制的大主宰。天父，在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敬拜的同时，我们为所有也正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再次仰望，求上帝你在此刻与他们同在。在大斋节期里，让我们能够用悔改敬虔的心，不断的回应主你施价的恩典，也让我们不断的思索，我们要怎么样将这位至圣大主宰各样丰盛美善的属性，能够带到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再次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那个影片哇，记得哦，3月5日教会生日，我们要闯关游戏，所以在2月28日之前，如果你完成报名，而且3月5日完成闯关，有这个礼物可以拿，或者是有购物袋，你可以选择一个，加油！2月28日之前完成报名，耶！好，我们在今天非常感谢上帝带领茂林教会我们的伙伴教会小峰牧师还有他的师长以及他们的9位青年，请起立，再次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好，请坐。我们从牧师刚刚的影片已经知道，我们跟茂林教会的关系已经今年接近就10年了哈，应该就是第11年了啦哈，从2013年开始。那这个很美好的团契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他们带着青年来到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服事。盼望我们等一下会后也能够有一些的交流，因为我们在这几年也确实都有到茂林去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交流哈，所以也很盼望你还没有去过茂林的，我们今年虽然还没有确定会不会再次有短宣，但是这个关系会持续。现在是当我们有机会去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认识在座的几位，因为可能你去茂林的时候就要拜托他们哪里有好吃的东西。那除了这个好消息呢，我们教会下个礼拜就要进入130周年的生日，所以下个礼拜是我们130周年庆典主日，从早上的10点，是联合礼拜，就只有一场联合礼拜。然后我们总共有3个时段，第2个时段是非常重要，就是刚刚牧师再次广告的哈，他工商服务一下，在那个下个礼拜的11点10分以后，我们就会进入牧区的一个彼此交流的时间。那特别为着接下来在130周年以后，我们要进入整全的宣教视野，5个牧区有不同面向的活动的预备，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在130周年，我们一同在上帝面前再次重新献上自己，重新立志。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刚牧师的这个工商广告就是提醒你，2月28号之前一定要线上报名，你当天才会有完赛的小礼物。你当天参加、当天报名会有小礼物，可是会有这个加码礼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希望你在2月28号之前能完成这个报名。那我们在牧区的这个闯关还有交流的活动之后呢，下午2点是重要的献心见证献心会。我们特别邀请建德牧师回到我们母会来做分享，所以也请弟兄姐妹不要错过下个礼拜的主日庆典，130周年庆典，就是从早上的10点一直到下午的3点，是完整的一个流程，希望大家能够全部一同参与在其中，然后把荣耀归给上帝。那我们这个时候就邀请诗慧来读经。哥林多后书13章10到12节。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好使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而不是为摧毁人。末了，弟兄们，愿你们喜乐，要追求完全，要接受鼓励，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慈爱和平的上帝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要用圣洁的吻彼此问安，众圣徒都向你们问安。接下来，武牧师要分享的信息为给教会青年的祝福，请武牧师。传道，还有在座的长职，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马嘎吉姆姆，大概只有茂林的人会回答哈，因为他听得懂。马嘎吉姆姆是茂林的问候语，意思是你好吗？好，我们可以来学一下这一段好不好？马嘎吉姆姆，哎呦，很标准哎！牧师给你们拍手，很厉害哈。今天牧师还有我们教会的青年干部，这次来的都是教会的青年的干部哈。那这次来士林有以下几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那当然是要延续双方教会宣教合作的关系。那我们希望借由交流，达到双方在信仰与文化的成长和见证。那第二个原因，就是今年茂林教会是关心的宣教的对象就是青年，也就是青年年。所以我们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针对2023年，在茂林青年这个部分规划了一整年一系列的这个信仰的培育。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呢，是要来士林教会观摩与学习。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向我们的这个士林青年的团队来跟你们学习。那也特别的感谢小会，还有我们的传道，还有我们所有的长职接纳我们并且在今天所有礼拜结束之后的下午，还有一系列非常好的课程那希望我们的青年茂年青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所以感谢大家。那么第3点，那刚刚王你又提过就是今年有没有机会来办理这个暑期的这个双灵文化营？因为在往年我们疫情之前我们都会办，那在疫情之后有一些事情就会做一些延宕的部分。那今天看有没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来讨论。当然有一句话说见面3分情，那一定要来我们一定要来彼此的问候，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跟我们好久不见的弟兄姐妹来互相的问好。所以今天牧师在这里，还有我们的青年的干部就来这边。那在待会我要进入信息以前呢，我想请我们的青年，就是茂林教会青年来分享一首诗歌。那让我们在诗歌当中呢，也一起来领受神的话。那我们请我们的青年请到前面。你用你的力量改变了全世界，你用你的爱教化了所有人类。我一直信靠着你，用最虔诚的心，人生路很长，波折仍不断，依然平安。虽然有时会沮丧，甚至受伤，
但是想起了你，心脏也更坚强。夜深的时候，悲伤会来找我，我任性靠你，全心全意来爱你。你用你的力量，你用你的智慧，让这全世界不再虚伪，一天比一天还美。你开了一扇门，打开了一扇门，用你的温柔融化了冰冷，让爱变得更简单。耶稣，你用你的力量改变了全世界，你用你的爱教化了所有人类。我一直信靠着你，用最虔诚的心，人生路很长，波折人不断，依然平安。虽然有时会沮丧，甚至受伤，但是想起了你，心脏也更坚强。夜深的时候，悲伤会来找我，我任性靠你，全心全意来爱你。你用你的力量，你用你的智慧，让这全世界不再虚伪，一天比一天还美。你开了一扇门，打开了一扇门，用你的温柔融化了冰冷，让爱变得更简单。耶稣，你用你的力量，你用你的智慧，让这全世界不再虚伪，一天比一天还美。你开了一盏灯，打开了一扇门，用你的温柔融化了冰冷，让爱变得更简单。耶稣，用你的温柔融化了冰冷，让爱变得更简单。耶稣。谢谢青年的诗歌，果然诗歌最能够安慰人心了哈。我们知道这几年呢，因为新冠状病毒的原因，在世界这个蔓延，教会呢在宣教出现了一些很大的改变。台湾教会公报社在2021年7月3号的时候有一篇报道。那标题是“疫情下的教会”。在这篇的报道里面就提到说，当教会停止实体聚会的时候，洗礼要怎么进行？圣餐要怎么进行？那我们做社区的这个宣教怎么接轨？那假设遇到了3级的这个警戒，那教会就要进入长期的抗疫。好，那教会要怎么来
预备这样的事情呢？那没有聚会导致奉献困难，要如何来去牧养光顾呢？还有让人隐忧的是，有来自于网络兴盛的教会的冲击，不同形态的敬拜，因为曝光度、能见度高，也影响着教会的牧养与传道。我们尤其担心年轻的青年如何辨识网络福音的消息。其实这也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还有一个是深层看不到的，也就是青年的心理的层面。亲子天下杂志在2020年有一篇这个研究分析的报道，就在指青年从15岁到24岁这个期间的年轻人，因为疫情而造成的停课、停班或者是失业而带来影响的排名。第一名是什么呢？心理压力。第二名是课业，再来就是就业的困扰。反而自己青年自己是否有感染肺炎或身体的健康这个部分呢，反而是排在很后面。也就是说，因为疫情，我们会发现青年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就是造成他们心里很大的一个压力。今天我们说教会要来关心青年朋友，那我先要跟我们的青年朋友说一下随着世界疫情现在越来越稳定了，我们现在这是与病毒共度的时代，我们已经不能只单看疫情下的问题。牧师要鼓励你们，人生还有许多无限的新的旅程，无论是求学、就业、当兵、结婚，你们都会面对新的挑战。这个疫情只是你人生路程的一个站牌之一而已。在你的人生中都有可能一个旅程，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比如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本来是学法律的，那他是被父母培育将来要当律师，后来因为一个某一天的夜晚，在他的著作说是雷雨交加的夜晚结果在那个 timing， 他决心献身当神父，后来当牧师。那圣经中的使徒保罗也是一样，他在走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经历了耶稣，从逼迫基督到成为传福音的门徒。昨天晚上我们一起跟我们的4年7年吃晚餐，我旁边坐许师母，许师母也跟我分享，他说他儿子那时候考上南部的一间大学，他儿子说：“我不会到南部读书，我就是要在北部。”我是这样子听然后后来呢，这个在父母的好说劝说下呢，这个儿子呢就去这个南部的大学，结果这个一读就待了10年。我要来说的是各位青年朋友或是众弟兄姐妹，我们面对人生许多的改变，我们都在经历人生的一个旅程。我们现在也有可能正在经历这个旅程，会不会因为一件事情而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如何来预备或迎接？我们知道下个礼拜是4年的130年，这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一个恩典之年，真的是恭喜！我想在这个130年里面，世历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的旅程的改变，但是走过这个历程过来，我想上帝的恩典自有真的充满在世领教会里面。今天我想要透过哥林多后书13章10到12节，我要引用保罗送给哥林多教会的祝福，要给我们教会的青年祝福。什么样的祝福呢？首先第一个祝福要喜乐。首先牧师要祝福你们时时都要欢喜喜乐。在2014年新眼光也有一篇的这个信息的文章里面，也有提到给教会青年的5大祝福，它其中有一个祝福就是说要有喜乐，可见喜乐的心很重要。保罗在11节里面说，愿弟兄们都喜乐。保罗也不时的交代信徒要常常喜乐。但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继续保持喜乐的心呢？
保罗在腓立比书的4章4节，他指出永保喜乐的秘诀就是你们要靠主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请记得，靠主才能喜乐。靠主这个字，它包含了2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是信靠主，另外一个是顺服主。我们能在主里面，不单是因着信靠主，也是因着顺服主。信而顺服，才能得到主的平安喜乐。我们不但在健康、平安、顺利、蒙福的时候要顺服主，在遇到疾病、患难、试炼、逼迫的时候，也要顺服主。就如雅各书在书信里面勉励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茂林教会啊，在每个礼拜天，结束以后呢，我们都会为当周那一周的寿星做祝福祷告。我发现哦，在牧师问他们说：“你的愿望是什么？”让我来为你们祝福。大部分的人就说啊，我希望我的身体健康，希望工作顺利，还有另一个就是希望他能够快乐、喜乐的生活。尤其是父母，他一定会在他的愿望里面呢，提到他的孩子怎么样呢？他的人生可以快乐，还有喜乐。其实这个时代哦，我们要让青年快乐很容易，你知道吗？怎么说？你只要顺他们的意，满足他们的需要就好了，他们就会快乐。但这是我们要的吗？应该不是，这样也不足够，对不对？在2021年11月21号是普世教会庆祝世界青年节。这个活动呢，是天主教会为青年族群举办的国际节庆活动。它是由前宗教若望保禄2世，他在1984年发起的。这个举办的缘由呢，是为了扭转有天主教信仰的青年日益远离教会的倾向。在11月21号那天，就是2021年，天主教的教宗梵蒂各，他针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他做了一场非常长的一个演说。那后来他刊登在梵蒂冈的新闻稿里面。那我接下来要来念这个梵蒂各教宗他的一个新闻稿。那你们可以在我的这个讲道篇里面，你们可以来看的会更清楚。这个教宗呢，他说了一些的话哈，在这个文章里面，他说，青年的跌倒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的跌倒。而青年爬起来时，整个世界也重新站起。因此，教宗勉励青年，你要起来，为基督的喜乐做见证。教宗向青年指出一项有待完成的使命：人人要为内心的感受做出见证，也就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炙热的火焰，让人感受到自己是天父的儿女。必须向一个全新的视野敞开心怀。教宗他写说，你要站起来，见证出瞎子遇见光明，看见天主美善的经验。你要站起来，见证出在人际关系中能培养出的爱与尊重。你要站起来，捍卫社会正义、真理与正直、人权及受迫害者、穷人、弱势群体，以及那些在社会上没有声音的人和移民。你要站起来，见证出那让你惊喜地看待受造界的新目光。你要站起来，见证出失败的人生能够重建，精神伤亡的人能重获生命。你要站起来，喜乐地见证出生活的基督，在同龄人之间广传他爱与救恩的信息。在这篇的文章里面，教宗也有提到新冠疫情的后果、磨难和孤独。他说，你们处于你们以前不习惯应对的艰难处境，那些没做好充分准备、缺乏支持的人感到迷惘，
你们当中有许多人陷入家庭问题以及失业、忧郁、孤独和依赖的困境里，更别说层层积累的压力、紧张气氛、怒火爆发和暴力挣扎。然而，在这个背景下，也浮现了团结互助的精神。在世界各地，我们看到许多人，包括很多青年，为生命而奋斗，散播希望的种子，捍卫自由与正义，做和平的匠人和桥梁的建设者。我再来说一段他讲的一个经典，我认为了哈，他说，一名青年的跌倒，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的跌倒，但是一名青年爬起来，确实仿佛整个世界都重新站了起来。亲爱的青年，如此巨大的潜力就在你们的手中。在这篇的文章，范基各教宗呢，他后面还是提到了他担心的一件事情，他担心许多青年盲目地以暴力对待自己和他人。因为他们被禁锢在毁灭性的意识形态中，在这个当中呢，有许多青年或许是在自身的政治或宗教信念的鼓吹下，最终成了暴力的工具，摧毁很多人的生命。甚至有些人做了什么呢？数字原住民或数位原住民，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小就是生长在与网络同时代成长的人。这些孩子呢，在虚拟和社交网络环境里找到新的战场，肆无忌惮地诉诸于假新闻这个武器，用以散播有毒物质，消灭对手，也就是所谓的网络霸凌。教宗最后他说了写一段话说：“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善良度过这个阶段，做个真正的信仰朝圣者，而非信仰的观光客。”在这历史性的艰难时刻，成为新时代的先知，充满希望。在这篇教宗的呼吁文里面有2段话是感动牧师的。那第一段是青年的跌倒是某种程度上的人类跌倒，而青年爬起来时，整个世界也重新站起来。第二个让我感动的是，青年你要起来，为基督的喜乐做见证。这个也呼应了今天的经文。保罗在面对充满恩赐的哥林多教会，他提出了信仰是要为基督做见证的。在第10节里面说，权柄是要怎么样呢？造就人。11节后面说你要喜乐，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为基督的喜乐做见证。各位青年朋友，在圣经里面的喜乐，它是一个心灵上的满足和释放，它不同于世上的快乐与享受。那喜乐还有恩典，在希腊文它是同一根字根，所以喜乐就是来自于神的恩典。喜乐在加拉太书的第5章22到23节里面，他提到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因此，各位青年朋友，在座的众弟兄姐妹，要喜乐。大家要要讲，爱欢喜，是不是？爱喜乐，爱喜乐哈！因为这是上帝给的恩典，我们要为基督给我们的恩典的喜乐做见证，造就人。因此，当你心里感到不快乐、不喜乐的时候，务必亲近上帝，依靠主，祷告上帝，借此经历上帝所赐出乎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第二个祝福，要做完全人，要接受安慰。要做完全的人，不是要做一个完美无缺100分的人，因为这很难达到。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有罪的人。但完全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纯正，在希腊文的意思是达到目标、成熟。所以保罗他就提到说，要做完全的人，就是强调信徒在属灵生命要追求成为长大成熟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21节，他向他的门徒们就提到，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意思就是不是以一个人的标准做完全人，而是以天父来作为一个完全人，学他的样式。那么受安慰这句话呢，在原文里面又有受鼓励或受规劝的意思，所以保罗也有可能在劝勉哥林多的信徒要虚心接受成全。简单来说，做完全人就是第一个，你要有稳定的灵修生活，在这个变化莫测的环境，纯正的信仰能帮助你强壮心智。第二，凡事追求长进，使身心灵增长成熟。第三，以天父的完全做完全人，就是指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学习做完全人的对象指标。那不止如此，他所赐的救恩是一个因信称义、白白蒙恩的福音。基督徒是完全因神的恩典而得着救恩、罪得赦免的身份的完全人。所以更因如此，各位青年朋友，要努力做完全的人，在生命上追求更丰盛，在属灵品德上追求加增，在侍奉上追求更忠心。那也请我们在座的众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努力虚心接受做完全的人呢，来做手腕的祷告。第三个，我想要来分享的祝福，给青年的祝福，给教会青年的祝福，就是要同心及和睦相处。同心和睦带来的果效很多。那在圣经里面呢，也有许多的例子，甚至也有很多的金句可以作为参考。但我认为，对我来说，同心和睦可以解决人的两个需要。第一个需要是什么呢？培养社会能力。另外一个就是团体适应。而这个需要正是现在年轻人很重要，而且基本要学习的。因为呢，它能够提升青年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增加人际沟通的能力。所以，无论对个人或对团体，同心和睦，我认为就是有好处，而且是正面的。昨天晚上跟我们教会的士林教会的青年来一起吃饭，特别谢谢我们的青年的会长以琳因为昨天我们在那个餐厅吃的时候，哇，就觉得怎么很特别。许师母一直说这家餐厅还不错吃原来这个以琳会长带着几个干部，他们前几天有先去试吃了一下，说这个好吃才带我们去吃然后呢，昨天这个晚上，那一直到这个快12点，我牧师观察了一下这个青年的团队我看见是一个有效率，然后做事情不急不徐、各尽其职的团队。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细节上我们看到就是一个长期的合作的默契，这个绝对不是1-2天就可以培养出来的。所以我更加的相信，青年在教会有良好的团契的时候，同心和睦会带给青年朋友很大的一个效益。那当然，同样的，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会因为同心，然后和睦相处呢，我们会达到几个更好的目标。什么样的目标呢？就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方向，我们完成它。还有呢，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交通跟互动，我们达到真正的沟通，还有分工合作。这个团队就是按着神的计划而行。我相信士林教会在迎接130年的时候，你们应该不是1-2个月在做计划，一定是半年、1年以上的。因为我们为了要怎么样呢？在这个所谓的分工合作、同心合睦，怎么样呢？真的可以达到神要我们做的计划里面。所以最后，我认为同心及和睦相处带来的果效就是什么呢？分享成果，也就是共享什么呢？荣神益人的果效。这也就是教会同心和睦最终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可见这个和睦同心是多么的重要。哥林多信徒
最大的软弱就是彼此分门别类、结党纷争。因为哥林多教会信徒是一群很多恩赐的信徒集结在一起的一个教会，那是因为缺乏了同心和睦的心，又因彼此斗争而没有和平，所以难怪保罗也盼望他对哥林多教会的期待就是爱与和平的神与他们同在，使他们得着调整和整全。说到这个同心这个2个字，让我想到卢凯族的这个围舞，这个围舞呢，就是在结婚或者是丰年祭的时候，我们就会手牵手来围这个围舞，就是一个大圆圈的一个舞。这个小到10几个团体人，大到什么呢？几百人，这是1000的什么呢？一个大一个围舞哈。其实这个大围舞的这个意思就是团结的意思。但是呢，人多在跳的时候就会难免会混乱，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步伐错误的时候呢，就会连带影响后面跳舞的人，这步伐就整个会乱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带头的人，在前面带头的人他要有很敏锐的看见他一看到步伐在乱的时候，他就要在大声的说，他在嘴巴大声的讲1、2、3、4。我想宝宝你应该知道1、2、3、4，你知道后面的人听到这个时候就会在里面默数，然后搭配什么脚上的脚步1、2、3、4，自然的这个舞步就会怎么样呢？整齐了。没办法在这边来练习一次，然后因为我们在礼拜中不是在跳舞啊，不过有机会的话我要来说的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带这一群E时代的青年同心和睦，真的是要花时间，还有花心思，还有体力。但是教会是领头羊，这是无法抗拒的使命还有负担，所以我们就是心里默数1、2、3、4来带我们的青年在这个经文12节的后半段，那保罗他要信徒就是要亲嘴问安，要彼此务要圣洁。其实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书信的这个结尾，也就是保罗的最后的一个忠告。在这个亲吻还有彼此亲嘴呢，是当时的这个教会他们的一个惯例这是一个问安还有问候，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平安礼一样。那他特别提到说要彼此务要圣洁，那圣洁指的是什么呢？没有一点污秽的掺杂。保罗在这里强调信徒之间要彼此亲热，也要保守圣洁。当然也要提醒我们对于教会青年的祝福要发自内心真实的关怀。各位亲爱的青年朋友们还有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彼此关心，也彼此的学习，为我们的教会青年做祝福。这个祝福呢，3个祝福。第一个要喜乐，第2个做完全人要劝勉，第3个要同心和睦。盼望大家都愿意接受这个祝福，也愿慈爱和赐平安的上帝与你们同在，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主你的恩典与慈爱。今天我们聚集在教会，一起来领受神你的话语。我们再一次的恳求神你的圣灵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心中。那也特别是今天的信息，带给我们在座的青年朋友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还有在信心上的增长。我们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慈爱与平安，与我们士林教会所有的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一直到神你的日子的到来。谢谢恩典的上帝，荣耀归于你。感谢的祷告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再一次站立在神的面前，用诗歌来回应这丰盛的应许。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
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无比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请坐。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后请武牧师祝祷。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会众请起立，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会众请坐。今日的礼拜在殿乐后结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
找回来。认识你真好，享受爱的滋味。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教会的主，引导我们分担分享，学习爱的团契，参与创造公义和平的国度。